为什么吼袂当家己插咧饭碗内底 ？A 对神明不敬 ，B 拜卡买饭食安尼做 ，C 敢若去食咧。是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细汉的时阵哦，拢会哦，这绝对足无好的。这定定拢会 B 啦 B 拜拜，因为迄落拿去食是卡碗，哦，开始是卡碗是拿去食。哦，安尼，敢不是对心灵吗？系啊，无啦，不是啊，B 啦，B 啦，刚才讲因为卡尾饭会插一箱猪嘛，啊，搁一粒鸭卵嘛，对，一碗饭啊一粒鸭卵一箱猪，我咖啡饭卡尾，哦，迄个我细汉时阵，我阿爸甲我骂的时阵，拢是讲，对，迄个，拍结掉啦。哦，所以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 B。好，咱来看者，拜卡尾饭才会安尼做的，对唔对？哎，袂歹。恭喜你就8清咯，安尼2万啊！好，来，还有更较侪解说，来，老师。对啊，就是主要就是讲拢会红时大骂吼，讲特别是咧死人歌，对啊，意思就讲咱吼这歹结掉伊的意思啦，嘿啊，所以这是咱民俗文化其中一项部分，嘛是爱尊重啦，嘿，所以就是有这个风俗。